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。環球股市大幅震盪，標普500指數上個星期五急挫2.6%，納斯達克指數下跌1120點，創單日最大嘅點數跌幅。半導體行業指數急挫超過9%，美股嘅恐慌指數 VIX 隨即飆升近40%，升到上去21左右。跌市其中一個原因係美國非農業就業人數嘅增長遠超預期，削弱咗市場對聯儲局減息嘅憧憬。市場共識甚至轉向猜測今年或者會加息。而家美股倉位過度擠擁同集中，反映股市已經進入咗典型週期嘅第4階段，即係好消息反而會變成壞消息。雖然基本面依然正面但係強勁嘅經濟數據可能被視為過熱嘅風險，加劇咗外界對收緊流動性嘅擔心。仲有就係近期超大型新股上市會造成額外嘅流動性困擾。目前大家有幾點要注意嘅。第一，而家撈底仍然係為時過早，美股係大幅回調，但係只係回落去到5月初到5月中旬嘅水平，市場波動可能仲會持續一段時間。第二，除咗關注利率、油價同埋其他宏觀經濟指標之外，仲應該繼續關注同股市相關嘅關鍵指標，去評估負面情緒係咪已經見頂。例如 VIX 指數同埋芝加哥期權交易所嘅睇跌對睇升期權比率，通常會喺0.8到1之間，而家係0.67，反映市場仍然係比較熾熱，買入睇升嘅人比較多。第三，繼續降低持倉嘅集中度，分散去到更加具防禦性嘅領域，例如行業比重更加平均嘅 MSCI 世界等權重指數、健康護理股份、高股息率同埋其他嘅優質股票。更加重要嘅係，過去幾個月地緣政治衝突期間，再一次證明環球多元化資產配置有助駕馭市場唔同嘅震盪。今集時間嚟到呢度啦，下個星期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